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老师今天咱们要将目光继续投向印度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今天虽然是国庆节咱们依然要关心一下印度市场。就在这几天这个《经济学人》发布了一篇极具洞察力的文章，它这个标题就非常的震撼，叫印度股市上涨可能损害经济。副标题是财富效应并不是其产生影响的唯一方式。这篇报道就像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我们对经济常识的固有认知。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繁荣通常预示着经济向好。然而经济学人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得出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印度的股市上涨非但没有提振经济，反而可能成为一个反向指标，甚至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读这篇来自由经济学人报道的文章，并从中咱们探讨为什么这场由印度政府主导的牛市会如此的水土不服，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性的失误，这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还是试图把它理清。这个经济学人大家恐怕也知道他有很多次世界重大事件都是经济学人预测而且都预测成功。我印象中苏联的解体好像就是经济学人预测的。这个经济学人好像还预测了不久的将来，好像就是说今年年底俄罗斯就要崩溃，他应该是去年预测的。所以说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呢，那咱们不能等闲视之至少应该好好借鉴，看人家说的对不对。追击一场大棋局的开局与迷失。经济学人说故事要从去年9月24日说起。在这一天印度的金融圈被简称为 Q24，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刻。在经历了漫长的低迷期后，印度的决策者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要用一场人为的自上而下的股市反弹来提振整个低迷的经济。当时的印度的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房地产市场持续萎靡不振，出口面临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消费市场也一片死气沉沉。这个我想一直关注咱们频道的那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对吧有所感受同样决策者那更是着急说这让决策者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引擎来为印度经济这辆庞大的列车提供动力。他们选择了股市。在一系列金融监管机构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人民银行下调的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宽松同时也放宽了企业回购股票和机构投资者利用资产负债表杠杆的限制。这个在去年8月份、7月份都是一系列政策。这一连串的动作就像是给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要救市了。市场也心领神会。当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叫大卫泰伯，他说什么都买的建议也就是有媒体记者问他你看好这个印度的资产，那应该买哪个呢？这个大卫泰伯他说什么都买，闭着眼买。那么这句话就成了这场狂欢的最好的注释。年后上证综指上涨了约40%，10多年来首次突破3800点大关。这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是数字上的狂欢。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这场狂欢背后的经济现实，却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股市的繁荣并没有从金融交易所延伸到商品货架。第二重追击，股市的财富效应为何失灵？在经济学理论中，股市上涨提振经济主要有3个途径，被统称为财富效应。首先是股价上涨，会提升股东的账面财富和士气，还会鼓励他们消费。这就像
你看到自己的股票账户翻了一番，心情大好，于是决定去买一辆新车，或者来一场豪华的旅行，这就是最直接的财富效应。那这一点首先在印度就不成立，因为胡老师对吧，赚了钱之后，他并没有买车，连他心爱的这个单反相机都没买，只是买了5件 Polo 衫。这一条就是股市的繁荣导致消费的繁荣，这个似乎不成立。说其次，高估值，他说能为公司提供扩张业务的动力和手段。当公司的股价很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发行新股，以更低的成本融资，用于新项目的投资研发或者并购，这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三，繁荣的股市也会让其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比如这个券商、交易所、商业银行等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服务作为经济的一部分，也会成为 GDP 增长做出贡献。然而，根据经济学人的分析，这3个途径在印度的这个牛市中都不同程度的失灵了。消费端，尽管股市繁荣，让许多人重新燃起了投资的热情，但消费者的信心依然低迷，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支出令人失望。8月份零售额同比仅增长 3.4%， 这是一个非常惨淡的数字。这说明人们的投资热情并没有转化为消费热情。为什么？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印度的股市大部分参与者是散户，他们更倾向于将股市的收益重新投入股市，而不是用于消费。这个在胡老师身上那是这个非常典型，对吧？胡老师每天那还是一碗拉面，顶多加个鸡蛋。他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对吧？胡适那个账户资产多了，他就去消费，对吧？喝好一点的酒，没事就去西贝下馆子，他都不愿意，对吧？去吃点保质期很长的预制菜，他也不愿意。说另一方面，经历了长期的疫情和经济下行，印度的老百姓已经养成了热衷于囤积现金的习惯，也就是存钱。这就是咱们，对吧？在应该是4年前就说了，存公行，对吧？把钱焊死在公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股市的短期上涨并不足以让他们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谨慎心态。企业端，企业支出同样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繁荣。内地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一直不温不火，截至8月，非金融公司筹集的所有资金中，只有 1% 来自股票市场，这与股市的疯狂上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人指出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在年初股市暴跌之后，印度证监会提高了上市标准，这虽然有助于保持市场的势头，但却让股市作为企业融资来源的功能大大减弱，就像是政府为散户投资者安上了一件安全毯就披了一件安全毯，却是以给企业投资泼冷水为代价。更讽刺的是，政府为抑制恶性竞争而颁布的禁令，也让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6% 以上。这再次证明了一场牛市更像是一场债券政策市，而不是由企业投资和消费需求驱动的市场市这就是印度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政策市还是市场市。那这个底是政策底还是市场底？政策底不是底，市场底才是真正的底。当然了，现在对吧？印度的指数这样一涨，很多人也不提这个了。第三重追击，一场不一样的金融繁荣。经济学人还将这次的牛市与2015年的股市泡沫进行了对比。2015年的股市泡沫中，金融服务业的繁荣对 GDP 产生了可观的影响，当时的股票交易量增长了 900% 以上，金融业名义增长率达到了 23%， 约占当年经济增长的 16个点。然而这一次交易量的增加对 GDP 的影响却更为温和。今年迄今为止，金融业名义增长率仅为 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经济学人给出了2个关键原因。首先是经济费用大幅下降，从2014年的约 0.08% 降到了如今的约 0.02%， 也就降了4倍
这意味着尽管交易量增加，但券商们赚的钱却少了。其次，银行利润的疲软也掩盖了股票交易的繁荣。这再次证明，这场牛市是一场虚胖的牛市。它的繁荣没有像2015年那样给金融业务、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利润，也没有给企业带来新的融资渠道。它更像是一个在金融体系内部的自娱自乐，一个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内循环。这个有点像关起门来自买自卖更像是这样。因为它这个股市的上涨并没有传导到社会上。如果大家用心体会的话，确实发现对吧？这次而且也像是在走慢牛但是好像跟印度的老百姓关系不那么大。像2015年就不一样了印度的老百姓，无论是菜市场的大妈，还是对吧清洁工，还是老师，还是理发师托尼老师，对吧？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讨论股票。但是这次显然没有2015年那么火热。经济学人说第4重追击泡沫的幽灵与政府的挣扎。这场由政府主导的牛市让决策者们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原本希望用股市的繁荣来提振经济，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这场人为的牛市变成一场失控的泡沫？经济学人指出，目前印度股市的保证金融资，用借来的钱买股票，就是所谓的融资融券这个主要是融资。那么这个印度早就把那个融券已经给它关掉了你只能融资这个融资额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记录，这个早就超过了一直在打破记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大量的杠杆资金涌入了股市，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说政府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据报道，一家券商上个月提高了保证金要求，监管机构也敦促银行调查滥用其他贷款购买股票的情况。社交媒体平台也被警告不要过度宣传牛市，这是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政府希望股市上涨来提振经济；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这场牛市变成一场泡沫。这种犹豫和挣扎让他们在政策上显得进退失据。这种犹豫也带来了另一个风险。经济学人指出由于担心再次出现泡沫，政府可能会推迟进一步的降息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然而，这对经济来说，这实体经济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你比如说，对房地产那就是个打击，对吧？那么多房奴，那么多炒房的，眼巴巴的在这等着降息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快要绝望了。那好多炒房的那个房吹我感觉他们已经撑不住了一点，他们就盼着降息，结果你这边就是不降。那美的对吧？降了1个月了，你这还没跟，不是好多房吹炒房的不就是盯着美国的利息吗？那美国利息一降，咱们就降，咱们一降，咱们这个说房子就要涨。显然它这个没有必然关系。那这个对实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印度经济目前面临着严重的通缩困境，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5个月同比下降，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甚至转为负值。如果政府因为对股市泡沫的担忧而不敢放松货币政策，那么通缩的压力将会更大，经济放缓可能会加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讽刺。1年前，央行启动了股市反弹，希望以此提振经济，而如今他们所释放的担忧，最终对经济的损害可能比经济反弹带来的帮助还要大。接受一场未完待续的豪赌经济学人这篇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印度当前经济困境的冰山一角。这场由政府主导的牛市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豪赌。决策者们希望用股市的繁荣来掩盖实体经济的困境，来提振人们的信心。然而，这场豪赌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带来消费和投资的繁荣，它更像是一个在虚拟世界中狂欢，一个无法传导到现实世界的假性繁荣。这也给我们了一个启示任何经济的发展
都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制造虚假的繁荣，最终都将面临现实的严酷考验。印度经济的真正复苏不能依赖于股市的数字游戏，而必须依靠其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依靠企业的创新以及老百姓信心的恢复。这场关于印度经济未来的豪赌还在继续。按照我们说的话，这印度啊，它的股市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啊。咱们每天节目啊不厌其烦的说，对吧？这个指数牛市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沙滩上建高楼，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垮下来，但是知道它会垮。那有的人胆大的，他就认为啊，在它垮之前我先出来。大家都知道，对吧？股市涨，它必须要这个根植入它的内生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印度啊资本市场这些上市公司啊，要么他们能有很大的盈利能力，很强的盈利能力，就赚钱的能力，它能给股东源源不断的回报，也就是所谓的高股息嘛，这个是说得过去的啊。这个如果它的利润是真实的，它每年都会有这么多利润，或者越来越多，那么它给投资者啊带来的这个股息回报比在银行的存款要多得多，那人家就愿意。这是一种啊，就是一个很强的盈利能力。那么作为上市公司，如果你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实际上这就是跟你的背景有关系，你整个的经济背景好了，对吧？整个的大环境好了，上市公司就能赚钱。第二个跟什么呢？第二个就成长性，对吧？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公司虽然现在不赚钱，但是未来5年啊，或者未来3年，它恐怕成为一个独角兽，它成为这个赛道里面或者这个细分行业里面的老大，它甚至要颠覆整个行业，对吧？这种公司，那当然它有很高的成长性。虽然它现在不赚钱，那也有人去投资它，一般就是这2种嘛。而印度的资本市场啊，它跟那纳斯达克不一样啊，纳斯达克就是说你只要，你是注册制嘛，对吧？你只要这个，它要求比较低，它只是要求透明、公开、公正。这个印度的市场不一样，你所有的企业上市，你得资料完整，就是说你得有3年又一期的报表。完了，它这个不同的市场它要求不一样，对吧？主板是要求你的3年盈利，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创业板，那必须要几年盈利，或者每年的盈利额不能低于5000万或者多少，它的有个很详细的财务要求。所以真正有成长性的企业，它很难在印度市场上市。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近20年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都是在纳斯达克，对吧？在美的那儿上的市，少量的在新加坡或者香港上市。因为它在印度它上不了市啊。印度是需要你的财务数据的，很严谨的。这个说远了啊，也就是经济学人呢，他认为，对吧？印度这种把股市把这点位给它推高到4000点，然后以此来解决经济中某些困难，至少是稳住一部分人的信心。这个经济学人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有害经济，这个既不能拉动消费，又不能帮企业融资，更不能帮金融机构啊带来利润，带来这个叫什么为 GDP 做贡献。当然了，经济学人所说的啊，这个对消费没有刺激，没有帮助，这个还有待观察，不妨再看1个月、2个月，对吧？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呢。说不定胡老师啊，这个一高兴，这个国庆节去嗨了一把，刺激了一把消费，这也可能啊。假设啊，参与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慢牛没有根基，那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呢？每个人都战战兢兢，随时想跑。所以说未来啊，稍有风吹草动，那恐怕是，对吧？就会断崖式啊。如果点位高的话，那就会出现股灾。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买单。谁来买单呢？谁要来买这个单？必须有人买单。我想啊，就是买单的，首先一定是金融消费者，就是那些小散，他们是首当其冲，他们是必须要买单。聪明的人可能赚一把钱已经跑了，等着下一波机会；贪婪的人还在里面搏杀，还有一些人准备拿着钱要进去。所谓的科技繁荣，这个看上去啊也很成立，对吧？以股市慢牛来促进科技股、科技企业。但是啊，当你看到卖火腿肠、生产火腿肠的，他要去搞芯片；当你看到有的企业算力企业，将近40亿的这个合同啊，居然是牵着玩的；当你看到那些股价翻了7、8倍、几十倍的企业科技股啊，大股东纷纷套现减持。
慌不择路啊，抓住一切机会啊，你就知道这个科技股盛宴是个什么底色。所以呀，不要自欺欺人，这么下去啊，终究是要买单，是有害于经济。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